世界万象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辰。今仔日来到中兴新村，你掠做，咱是要来消解新政府吗？唔是，我甲你讲，中兴新村到现主时已经变做一个历史文化、历史建筑群。这内面也有两个少年人真拍拼，咧甲咱台湾人过去所行过的痕迹来做整理，来做发扬。咱来去中兴新村来去三角。哦，中兴新村。今仔日互你好康的制作人特别要求讲，头一趴落爱先来食，民以食为天，但是咧爱带人找味，带什么人呢？哎，带我这个人，黄平人，不是黄平辰，哈、啊，什么人要带我？那我带你来看。哎，拜拜您好，哎，恁甲观众朋友先自我介绍的，你是谁？大家好，我是怡珍。啊，你是谁？大家好，我是 K 红，嘿。啊，这两个吼已经在这吼落地生根差不多6冬啊啦，吼啊，因的故事咱上后量后再来讲，但即马先来吼带人找味，哎，先过巴肚吼。这个所在，你先甲咱简单消解一下，这是。这个餐厅的负责人是阮中兴新村进前其中一里的里长。哦，里长变总铺师。对，因为里长甲阮分享讲吼，因为伊最爱食。所以伊就是因为做爱食，所以伊就开始去学。当然，食是一个地方的文化，所以呢，里长伫前几年的时阵啊，伊利用这个时间呢，来就是遮的中兴新村遮的长辈，因为迄个。学一寡士大人过去的家乡菜啊。对。然后里长就是甲因的菜来做记录了后呢，伊就是透过伊家己手艺，就是甲遮的菜来做一个料理来炒。哦，你免讲啊，咱进来去，咱进来去。哇，无菜单呢，哎呦，真正不得了啊呢。里长。哎呀，你好，哎呀，你好，究竟。里长带一个好朋友洪仁哥。里长伯啊，吼，里长伯还个少年呢。对啊。系啊。哦，今仔日你甲咱传，你这过去你是顶头拢写恁这士大人，系啊，伊甲你教的菜安尼。嘿，无毋对，这士大人拢是阮庄仔来的，带伫咧阮庄仔来的。哦，后浙江菜，后川菜，后徽菜。还肥的呢！啊，你本身是倒一省？我江西。江西啊！哦，江西哦！哇，安尼看起来囡仔是对大用合无？系啊。咱来厨房来试看。哦，来看卖啊！哦，来，你甲咱讲这项菜是啥物？叫做凉拌鱼熟。鱼色，这鱼色有捌听过呢，这是啥物菜？你听过鱼生吗？啊，鱼生哦。鱼生，啊，这是广东顺德菜啊，顺德菜咧。顺德菜，对。啊，你是广东人？我江西啊。你江西，但是广东嘛有食这道菜。你嘛有食这项菜？嘛有食。啊，但是恁厝里也有咧做这菜？有啊，阮妈妈教的。恁妈妈教你的？是恁妈妈曾经在广东生活过？我在江西。伫江西就有咧做。江西就有食这道菜。啊，但是恁厝里家族过来台湾的过程是安怎过来的？哦，这个就长啊，阮爸爸妈妈先走去香港。啊，先退去遐香港去。伫咧香港遐吼，住一阵啊。阮爸爸才考试来台湾。考试来台湾是考啥物试？哦，这就讲起来足趣味的。阮爸爸考试的时阵啊，伊是迄个美国伫咧招考的。伊替阮中华民国招考流亡知识青年。哦，美国人替中华民国政府来招考知识青年。嘿，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过迄当阵啊，惊讲有飞碟伫咧内底，哦，惊讲有这个飞碟，藏伫咧内底，所以讲啊，美国出面来替阮来招考。伊招考以后阮爸爸考试通过本来讲扣是讲要去美国。
发展，无想到9船以后就上来台湾上来台湾了。啊，所以来台湾读册。嘿，来台湾读册。哦，啊，这就是预备要来做这台湾行政人员的这个人才就对啊啦。是。哦，所以你安尼才会辗转啊，恁老爸后来考调行政府诶，高考通过以后，就发配来新政府。啊，迄阵时才熟悉恁妈妈，还是本地就是甲恁妈妈伫香港就结婚啊？哦，因伫大陆就结婚啦。哦，啊，你是踮倒位制作的？台湾啊。伫台湾制作。台湾制作。哦，你真在台湾制作。但是你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做。所以这个鱼生变做鱼色。鱼色。哦，所以这一看就知影嘛。哦，咱咧讲鱼生啊，这老戏啊，老戏，风生水起啊，风生水起。哦，是啊，这内面你甲咱小解者，这是啥物配料安尼遮济了？啊，这个红菜头嘛，名人哈，对，挂枝，挂枝啦，大粒的豆枝啦，啊，这两皮，这蒜苗，蒜苗苗，蒜苗这小黄瓜，啊个木耳，木耳，对。哇，这啊个有这个叫做英语叫做 crunchy 吼，哦，这是番茄哦。哦，这个有，这个你有，哎呦，真正搞工了。啊，这是啥物？这个煎过迄个米粉。我掠这个敢若酸芋咧，哦，煎过这个米粉，哦，我就知影都鱼生安尼，这个，这个鱼熟啦，熟的鱼片。哦，你先甲清过吼，烧水先甲清过。对，啊，刷来咱来步骤。啊，这恁过去，恁处理是当时才会食这鱼生，拢是过年的时阵。过年的时阵，才有。这食一个喜气啦，吼。系啊。就头拄你讲的啊，哪伫办的时阵啊，就哪伫啊讲哈，老戏也得食也得捞，也得食也得捞啊，对，有通啊食，有通啊掠，有通啊食，有通啊掠，也得食，也得食，也得捞，也得捞啊，也有的捞哈嘞，啊，然后捞得风生水起，捞起，捞得风生水起。我们讲风生水起，好运来嘛。所以恁厝的阿公讲哪话，阿公讲西话。嘿啊，吼，啊你台语嘛通。哇，真正是带这中庸。读书的时阵，阮的同学足侪拢讲台语啊。我嘛着爱学一个啊。啊个这土豆人，我这插剑的。对。有啦，咱有一寡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人，因也有咧食这啦。哦。头这个花生就是落地生花，子孙满堂。落地生花，落地生花，哦，真正是。啊，刷来啊！要食的时阵哦，这个脆脆的，这个脆脆的。吼，安尼就搬出去。啊，脆脆的时阵啊，还爱许心愿呢。大家每一个人都啊，滴落你咧敲的。老戏风生水起啊！哦，啊，佫有其他3项你的步数。咱出来玩好吧。哦，鱼色来个遮吼，这刷来这步骤是啥物？啊，刷来啊，阮就爱戴这个手套。塑胶啊，塑胶啊，手拢啊，个抓，咬嘴，咬嘴，要把它安尼堆得尖尖，堆得愈悬，你今年的温度会更加悬，较悬，我来试看卖，咱来试看卖哦，好，来，啊，先敲迄落哦，岁岁平安，岁平安呐，吼，这种米粉，这种米粉，啊，过来敲匀哦，敲匀老系，风生水起，哦，咱收视率愈来愈悬，互我搞大汉，毋是，互我囡仔搞大汉，老系，风生水起，哇，互咱哦，这个咱中央新川，咱哥哥。
尤其咱在座三位哦，生理愈来愈悬哦，稀释哦，这来变做在你的手内变做稀释。稀释。啊，实际上你过去伫厝里是食鱼生，拢有当是青的，有当是色的。嘿，拢有。哦，这迫不及待要来试看卖呢。啊，我咱先动好哦。啊。哦，歹势吼，哦，主持节目咯，这个特权啦。特权。安怎？这种人你食无啦？啊。你有米粒，啊，有生菜，嘿，鱼露有无？迄落无。无鱼露吼。我刚才在啃，欢喜的时阵啊，佫浸一块迄个柠檬汁下去。有啊。哎，哦，这口感袂歹。这鱼哦，绝对无土味，而且做甲调工个马杀鸡，做甲马杀鸡，做代志就古摸的啦。哦，我甲你讲，这你真正来食，你别为你食无，你咱贯穿内面，透过伊人会再生产，变做新的一种菜。是。吼，但是还佫有过去伊的故事。隔壁这项是，我先食这好无？好啊。哦，咱大家拢来试看卖吼。哦，这带你看嘛，这是啥？我看这内面吼，饭丸，敢若饭丸啦，这汤匙仔菜叶啦。哎呦，上海菜饭。有。哦，哎呦，叫我摇着哦，我无做好哦，真正哦，厉害呢，创个敢若饭丸吼，安尼，看个袂油呢，哦，以前细汉人食的上海菜饭其实是油真，吼，来试看卖。你用的培根，个菜饭，佫有香菇呢。咱天常讲哦，迄菜饭哦，过去的菜饭较硬，但是你这真顺口。伊这毋是一厝内现在母的啊，你想伊看。安尼伊这是饼筋也扣掉，一筋也扣掉。哦，你是调工去学的哦。调工去学的啊。调工去学，为了要做这，但是搁饼筋无好啊，是搁较一级是为虾米？我其实开始学的时阵啊，我已经今要50岁啊。我学好的时阵要去找头路，讲找无头路。人歹甲你请。对啊，伊讲你年岁伤济啊。所以咱去着你考一级。我去着我就去考一级，变做老师啦。所以伊即马，讲讲你若踮咧老人，你个会社内面咧教咧煮食互因食。有啊，我逐礼拜2甲礼拜3，拢伫迄边煮食互老大人食。你真正大善人啊！阿夏才有通安尼啦。这菜饭有影好食。我头两三工，这胃肠无爽快，即马今仔开皮，好食。再来这项这是啥物？这项你一定爱试看卖。清蒸酿鱼。那顺德菜迄个鲮鱼，就去酿鲮鱼哦。骨头让白起来，创甲敢若鱼体安尼呢。是啊。哎呦，这功夫菜呢，这搞工的。咱来试看卖。你来试看，你要试看卖来。拿切迄个鸡卵糕安尼切，你看。我切细点好哈。骨头拢无去吼。骨头拢无去咧。遐厉害呢！早顺德遐就有一个士大人，伊就自细汉就食鲮鱼，鲮鱼足够吃的。因囝就讲爸爸食迄个鱼吼，会迄个吃见着骨头安尼袂使。
伊就发明这种做法。这好亲鱼啊，嘿，是好青鱼。人客官你来看，你来看，你讲搅这起，这个顺德菜、顺德菜。顺德菜。哦，这就是你有这个广东的背景，哦，才有通啊做到这。这吼，去台湾餐厅已经真罕咧看，无人爱做这个菜，足搞工的啦，就搞讲嘿，啊烦啦，啊师啊嘛无爱做，啊学袂起来，吼，你是厝里敢以前就咧学这，敢毋就咧创这菜？无呢，阮较早伫电脑公司上班，较早是掠笔的，较早也变，所以我来讲哦，人生就是安尼，你有这个目标了，你就开始生产，会产出其他你家己以前就唔知的物件。是啊，吼真正有效。而且我来讲，这毋是希望唔去教的呢，这要当然啊，这要当然的。啊，要煮这肉哦，有当时我有做过，我坦白讲我有做过。啊，煮起来吼，要煮呢无够热，咱哦手路无够，这无够热，迄鱼看迄扁扁，这看规尾鱼安尼好好，有影有手路，赞。好，啊，搁来，这嘛是阮爸爸妈妈家乡的菜，广西的菜，咱安怎讲？叫做腐乳扣肉，用豆豉，用豆豉落去吹，啊吹的时阵才夹夹啊，倒扣安尼。倒夹起来吼。我这个菜啊，我爱做15点钟。啊，做15点钟，嘿，安怎讲？伊步数足侪的，伊步骤足济哦。步数足侪的，先爱杀过，杀过，到迄个肉皮啊，爱剁足侪空，啊，了足侪空哈，足侪空，搁去煎，安尼煎啊，伊迄个皮才会碰拍安尼，啊煎好啊，搁去浸冷水，啊，互伊的皮安尼碰拍起来。哦，我尝到了头晕啊！啊，过来，搁切片，啊，搁生过啊，搁去吹，啊，吹就差不多爱吹6点钟。吹6点钟，吹到安尼，但是咱咧吹的时阵，惊讲伊肉接的规个拢损失去，啊变做柴，即袂呢。而且你的肉皮食拢袂油。这肥肉你就变做敢食。头拄仔你煎的时阵吼，你毋是有剁迄个空吗？迄个油拢为迄个空出来，走出来。啊，这项我知，就是上海菜，晒毛是不是？晒螃蟹。晒螃蟹没有错。伫贯穿内面，咱知影吼，无一定食会去五虾红鲟啦，啊，就软卡卡的安尼吼，你看起来就去煮。特色素的，你甲咱讲安尼，透露一下安怎做？阮就爱用迄个白色鱼吧，一定要白色的，因为你迄个白肉鱼啦，吼，白肉鱼啦，因为讲你的螃蟹，伊本身吹过螃蟹，伊的肉是白白的所以你爱做甲螃蟹足成吼，你来用白肉鱼才会使。有像迄个红精啊肉哦。我来讲，这世界大骗子，根本就是用红金肉落去做。我无甲你骗，你这种人你来食看卖，你食看卖，伊这根本就红金肉，我无甲你骗。真诶啦，你是有影无影？系啊，我毋是咧做效果呢，真正诶啦。你这真正这有肉质呢，还是去种迄个食物肉。是无植物肉，无啦，无，因为你用迄天然的食材做的。咱人就是爱吼，爱试，爱创新，爱往前行，两位带着是是因带你，还是你带因啊？阮拢是互相，阮做伙行，做伙行嘿，做伙行吼，煞来因两位吼，甲咱安排吼。来中兴新村哦，会在三峡谷哦。你敢若讲日本这查好三峡谷，我甲你讲，伫咱遮吼三峡谷
来看你细汉时阵行过的所在，吼，看你过去的里面，即摆到底是安怎？吼，咱到底来中英新村来去散散步。现在咱这样正手边啊，搁插这地公啊，这地公啊，这是恁兜的。对。嘿嘿嘿，这个肥水不落外人田呐，这就是因为你是过去六国，对，六国的新妇。啊，你六国的新妇啊，所以六国的这个蜜香红茶啦，对蜜香红茶就对啊啦。因为骑车的喙重，我感觉这是最好的一个饮，就是解渴饮料。哎呦，这慢慢安尼这搭吼，散散个真有气味呢吼。系啊。啊，这通常咱一般的这旅客吼，来到这是要看啥物？你若无甲解说，伊可能看无啥物物件出来呢。系啊，其实阮感觉中英新村上赞就是这生活啦。阮规个砖头哦，你注意看，阮无一支的迄灯火条啊，你有甲看？有啊，电火条拢无啊，拢地下化啦。对，然后规个砖头差不多6万丛的树啊，伊的空气啊，你嘛袂感觉足翕热，遮的厝啊，你就是你规划时阵拢足整齐。这看起来这面相哦，真那是整齐，因为25栋拢25栋无共款的形式，吼啊，但是吼，拢有这一直的规划、地属的美感嘛。系啊。吼啊，咱若知影讲，伊这地下水吼，地下水分2种，一种雾水的，一种是雨水的。这在迄阵是真先进的呢。对啊，所以阮拄来整理宿舍的时阵做好笑，我就问里长讲，阮这间宿舍的迄个化粪池伫代，然后里长就讲，遮每一间厝拢无化粪池啊，然后我讲哇，免腰肥啦。哎，尤其你甲注意看吼，伊这厝底这个晒树吼，看起来呢，无讲介下，但是这个甲咱即卖现代建筑的寸像吼，无啥共款。对啊，因你当初有用一个人活动的迄个范围来规划。阮家每一个里啊，都有家己的公园、菜市啊、学校。啊。因为伊当初就是计算讲，一个里的大人，合理的人口是偌济？人口数爱偌济，才会使你。譬如讲学校爱偌济学生来读啊。哦，这是公民公园的公民里啦。对。啊，这真侪圆环的，你甲看吼，这中英新村足侪圆环的。系啊。啊，这出名的就是吼，讲有的是敢若无尾巷吼，无尾巷啊，叫做吼，这法文叫做 Good Sack， 就是囊底路啦吼。啊，这个囊底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啦，规个中英新村除了囊底路了，你嘛会使观察，就是这路足侪拢，伊拢毋是一种，就是直接穿越性的道路。哦，超工互你踅出去安尼，我爱互你窜入去因的迄个社区内面啦。嘿，啊，伊的路拢小可有弯翘安尼，就是因为你若直的时阵，你开的车的速度就足紧的，因为你一看你感觉无车，我就冲过。啊，因为一方面嘛是互大家伫遮行路的时阵会使较安全的，啊，遮人行的路甲车行的路，因有分开哦。我感觉这是即马大家拢咧讲。行人有一个行路的权利，对不对？你甲看吼，我头仔注意过这个门哦，门的宽度拢是咱人吼手搭迄个门口埕的这个条啊吼，叫搭着有人伫的无？迄种宽度安尼吼，看起来真亲切的这个宽度呢。系啊，所以以前大家都是厝边隔壁的感情拢足好的。叫放空主辈叫做家欠相闻呐。来咧有人伫的无？阿伯阿姆啊，你好无？哦，你好。哦，就是安尼。阮家每一日拢有种迄，就是树仔来做行道树嘛。阮这里做厝边，阮是用山野，所以拢种山野。每年的5月的时阵，都规个迄个路拢迄有山野青味。哇，这天好来办这山野青节呢。所以阮就参加到阿姨买出来教大家安怎来做山野青。啊，这条路最特别，伊是光明山路。你有看这树仔面顶拢有插一兰花？所以每年的4月时阵，规阮这个里拢开兰花，足水的。哇，即摆就一蕊啊呢。4月份的时阵，迄是瀑布兰，足水的。然后这是阮这个里一个阿伯，
伊嘛是退休啊，嘿，伊就家己拄开始一丛开始两丛。一只慢慢去拔，慢慢去拔吼。系啊，啊咱啊花期的时阵啊，伊就会拢穿啊，就是衬衫，穿啊做精致啊。啪哩啪哩安尼。徛伫因兜门口，甲大家介绍讲，这兰花的品种啊，然后就是嘛是做一个导览解说员。真趣味嘿啊嘿啊哦。所以你甲看，你无你甲恁介绍，咱就唔知影讲吼，咱中英青川哦，唔那是安尼故事真济，温度还佫真高呢。对啊对啊，真有温度的故事啊！这一般游客若要来吼，一日到唔通算透透，一日爱重点啦吼，一日算是差不多拄好。拄到好一拜上好拜，我是感觉会使时间会使是会使伫遮大一工啊！对，住一暝。这理想哦，你若有通开始来做民宿，吼，互伊大一工啊，互伊安尼一个一瞥而失，互伊踮遐个整个体会吼。中兴新村的一天，我感觉这个袂歹。佮甲熟悉这个庄头的故事。这个咱生活日常生活的这个脉动吼，来结合到阵。因为阮希望大家介意这庄头，毋是讲干那来一届，会使你来了后，佫想要带朋友、带出去的人来分享。敢若老朋友安尼吼。我想讲中央大学应该有真侪最浓的、最松林的吼，佮相关的，甚至是都市计划的吼。对。佮遮相关的这个科系，这对因来讲是上好的教室啊。对啊，所以就是爱有遐学校老师、学生，伊嘛会使慢慢来认同这个所在。因就会愿意甲课程啊、计划，就是规划伫遮。无即摆可能大家拢想讲，就近可能就伫台中。即摆的人想的这个想法拢较素食。对。我 A 一个目标，我向 B 来前进。若无到 B 其他的物件中间你 A 甲 B 之间，你要看到啥物，拢伊不管伊的代志。对。变做失去了真侪物件。所以阮的态度就是嘛是较积极、较主动的啦。好。哇，安尼行一年，安尼足好的呢。爸母。哇，足好的。哇。其实伫遮上好就是用这种脚踏车，还是用行，你拢会使好好熟悉遮个所在。你速度慢起来吼。无你开车，你就一个时阵就过啊。到目的地，就煞了，就无啊。对。就大家来上车困下车落车来便所安尼，好，感谢。好，你刚才朱小姐因实在是足够的，因伫遮徛点徛真久，互咱有这个机会会使倒来咱家己的家乡、家己的厝。因为咱即摆空间有限，所以咱即摆做的物件甲品牌拢还佫有限，所以希望讲有机会时，咱会使开放佫较侪空间，互大家会使来遮使用，或者佫较热闹、佫较斗气。这个所在改变是干那靠阮两个，是爱靠大家做伙，所以应该是爱透过安尼，甲大家的力量来集合起来。咱头仔散沙去，刷了，喙焦，咖啡厅。哎呦，这个咖啡厅哎呦真趣味呢。你甲看，迄人拄好我人无落拄好安尼目睭会当透过，会当闪一下呢。在偷看一下。你即摆已经无即种经验啊这过去的建筑物这寸笑拄好一个人，一个成年人拄好看过。通好闪落去讲，安尼加欠小文，这是咖啡厅对，咱会使入去来看卖。恁好朋友对。来，这头家娘，是不是我约着是，彭哥你好。是。欢迎来中英新村佚佗。安怎称呼？我叫博基啦。博基是。咱这个世代才知影博基。对，迄头仔真个慢调。食迄牛零头啊。对。是内行人。安怎称呼？你好，我叫小军。小军这煮咖啡是恁两个人拢踮遮煮嘛？无，阮两个无共款所在。哦。阮某伫遮煮家己的，花式咖啡，我伫后壁做手工的手冲咖啡。一人顾一瓶了。是。太袂冤家。是王卖记王安尼。是。但是我看头前恁囡仔
啊，搁咧徛迄个 push bike， 啊，搁咧读小学。是，阮拄啊好真幸运的有这个机会会使转来伫家己的家乡啊开这个咖啡店，嘿啊，所以阮家囡仔拢带转来伫遮，我囡仔才小学3年啊，甲大班尔。我听迄个建甲派讲，恁的囡仔救了这个小学。因为这个小学嘛是我的小学，因算是我的小学弟甲小学妹。家己的小学家己救。是。哦，所以紧生囡仔来救这个小学。真的。有影咧，咧地方创新有这个意思啊。对。来，我今日来试你煮的咖啡哦。无问题，欢迎。咱入来看啊。是。来。这个厝是甲级的还是一级的？一级的。哇，伊这不记你这内面不简单，内面拢是画图。是，咱阮逐个月拢有无共款的老师来这做展览，系啊，咱也好每个月伫遮的气氛拢无共款，所以咱逐个月来到遮的空间，感觉拢无相像。艺术人文的气氛真高。是。啊，尤其啊泡的是咖啡吼，伊这唔是泡的，手冲的呢。对。好，来，咱请坐。是。无记啊？是啊。你这店号名叫做依旧爱，这是安怎来的 idea？是啊，这依旧爱是因为我英文佫写192，这是啥？无唔对，192就是我过去的型号号码。只要是对咖啡就较有了解人，看了192就知影讲哇，这是这内行开的，对啦。因为这个机械算伫当初是一个基建的机种，足侪世界大赛拢指定爱用这台机器，伊算稳定啦，好势啦。所以哦，一般咱对这电影创新的概念拢是讲，伊本底毋是这，再转来故乡，再来创另外迄。但是你毋是哦，你是本地就开始伫外口来是，你开始对着咖啡这个事业，你踮咧做超几档，再转来，你转来才3档嘛。是，即摆3档啊。外口创咖啡这个事业才偌久？我拄开始伫台中的时阵3年，3年的时阵，我算讲伫遐甲大家学习提升家己的技能。了后因为拄根的关系，遐厝拆掉啊，拆掉了后，咱就搬要搬倒搭我住雾峰，中间是我的老厝。我就搬来草屯算2个厝的中央，安尼2边厝拢顾会着啦，了后因为我伫草屯时，常大家在问讲，你毋中兴人，你也无等去中兴开？我讲我足想的但是吼，中兴都无开放这个空间出来，对啊，好你家在朱小姐因实在是足敖的，因伫遮徛店徛真久，互咱有这个机会会使转来咱家己的家乡、家己的厝，甚至我会使甲家己的囡仔。带倒来遮，互伊伫我成长的所在，大家学习的国校家己救。是，对，系啊，真好呢。所以咱算真幸运啦，会使一步一步会使倒来到家己的家乡，会使倒来家己的厝。这条路我嘛是行10年啊，倒来即摆已经3年啊，但咱希望有3年、30年，一直伫遮，甲大家拢带来中兴新村佚佗，因为中兴新村真的真赞、真水。真算讲来遮的环境，你会真放轻松。来，老哥啊，来一个192啊。好，我来冲一下咖啡咧，咱哪冲哪开讲安尼。你看这手路就知啊，你看这手路哈，你蛇裤你那落雷啦，这就是落雷啦，这落雷手法啦。宝记来找恁，还是恁去找着伊？是安怎去找着？当初阮有伫迄个网络面顶公告的。广告。嘿，然后阮有遮个空间要招募，就是店家来经营。抱去就写。我都手机安尼背，我会记迄时是4月初的时阵，去我背着讲这就是我心心念念想要爱的空间。我就足认真，甲因遮来做联络了。就真幸运，有这个机会会使使用到这个空间，甲大家同齐来使用安尼。那是有佫有其他的这个空间吼，有停出来。你会建议要来的人，想要做啥物其他的事业，
无一定是咖啡店，也是讲会当来做啥物上，你感觉这上好会当来创啥物物件，还是讲爱抱着啥物心态来遮经营？我感觉抱着啥物心态，就是你爱重视新川，你爱这个所在，你爱这个所在，你会把这个所在当做你家己永远要大的所在，甲大家讲啊，你来遮啊，我好好啊伫遮招待你啊，你要来遮做啥？我感觉做食好，做大好，系啊，因为咱要互这个所在要闹热起来，食甲大。拢真有需要，啊，因为咱即摆空间有限，所以咱即摆做物件甲品牌拢还佫有限，所以希望讲啊有机会先咱会使开放佫较济空间，互大家会使来遮使用，啊，或者佫较闹热，佫较斗气，安尼。会斗气是，嘿。啊，这是恁两个来看拼咯，压力真大呢咯。5档转来了，我来看讲你这个咖啡店已经拖到唔知倒位，清到倒位。莫讲5档啦，有闲就来行行啦。你若南北经过，还是东西向经过，你都爱来中兴休困站。你说讲啊有道理哦。是。南北2路甲东西2路，拢爱经过咱南投。对。哦，嘿，不管你咱来体验无共款的休困站。系啊，对。感谢。是，多谢彭仁哥，谢谢。欢迎大家有闲拢来中兴新村行行。中兴新村真正有够水，你一定爱来行行的，我等你。咱慢慢咱会使打咱的手机啊，咱会使先一个先慢慢说鸭鹅肠，那鸭鹅肠之后，咱会使来想看卖咱今年的伊仔想要做啥物的。因这少年人甲老人哦，汲取因头壳内面的养分。你甲看，这老大人因厝内的旧布啊，这布啊，来做啥物？做因家己的故事啦。哦，这红铁桥啊，这砖头啦，因处理啦，这旧布呢，用这布哦来做这老人强项，还佫有啥物呢？你甲看，来一下。哦，阿姨啊，歹势，我甲你请教，恁这做椅仔是咧做啥物故事，做啥物艺术？做阮较早少年有坐过椅仔的记忆。哦。啊，这你内面有你坐过椅仔无？有哦，都坐。做一个。嘿，这种的啊，啊，佫有这种的啊。这是你甲恁牵的，毋是甲恁牵的，甲恁先的男朋友坐一只。少年熟识的时阵。哦。少年熟识的时阵，坐喺公园的椅仔，安尼两个咧开讲。哦，所以咱新村内面足侪这种椅仔吼。这家己厝的啦。哦，家己厝的就椅仔，哇！所以这真侪椅仔拢是你过去的记忆吼。有的是遮大家厝边仔的一人，每一个人的故事的，啊，阮就家伊的记忆拢家做出来安尼，像较早少年的时阵的代志。哇，这真趣味呢！啊，这处理吼，啊，大家做了这，你家己学了这强学。其实我咧看，毋是恁咧强学，是恁贡献你家己的人生的这个经验甲价值哦，互因这少年人会当来学习呢。拢总有呢，阮家己嘛有咧想较早少年的经验，啊，但是佫因少年的嘛有提供因少年即马较新的思考，啊，互阮安尼揽落做，啊，就会变成一个较新的物件出来安尼。哇，这看了真有成就感呢，这个真好算了，真好算了。啊，阿姨啊，你做了有趣味无？有趣味哦。哇，这2-3是无？这伊做。伊无来啊，伊无来啦。伊无来做较细个。无来，啊，伊就我来是做这只，伫遮做这只。嘿。啊，转去吼，我就是讲，伊拢无做，伊无来，我就去叫阮兜倒去，啊，我就叫伊做，结果伊做这只。做这细只的哦。对啊，尾啊，我搁做这3只。这恁翁哦。阮头的。恁头的哦，恁头的哦，你叫伊做嘛吼，是不是？恁两个有坐过这椅仔无？有哦。有哦。恁踮遮活差有几档啊？伫遮咯，阮60年来啊。民国60年来。60啦，60
59这宿舍才起好啦。啊，59。嘿，阮62来。啊，咱是来新州食头路。嘿，是啊。来新州食头路，嘛是超63档了嘞吼。来，阿姨啊，你踮遮住偌久？你感觉你上趣味的代志是啥物？还是感觉真感觉有意义的啥物代志？来到大家安尼有时间来遮做一寡手工艺啊，认识一些朋友啊，这样就很好。因这少年人甲老人来共学，来互相学习，啊，互相来吼吸取到这养分，对着中英青春哦，会当搁再往前，搁较进步。这才是老人共学。头头咱看到的吼，哇！我看到这一寡这个用旧布吼来做这个红仔册，哦，这真趣味呢吼，这拢恁做呢吼，这拢恁做呢吼。这个旧布拢听讲拢一寡故事呢。哦，这有诶拢哦，这才是感觉真有特色呢。哦，这也有哦啊这是啥物物件哈？蜗牛。哦，这落梨咯。哦，咱家就是落梨足济啦吼。哦。哦，出山落梨啦。哦，毋是这手啊咧落梨，是这落梨啦。你甲看，这就是咱外口人唔知影这中英新村的故事啦。这中英新村的特产哦，是落梨啦。哦，所以观众朋友啊，你咧定哦，在地人相处，你才会知影真正在地故事，老人共学。咱头仔哦，散沙句安尼行甲真舒适。这个中英新村哦，绝对唔是你料想会到的。若讲迄种哦公务人员，迄种外省啊，其实我甲你讲，来这60、70档啊吼，迄完全拢是咱家己人，哦，所以两位吼，大家拢唔知哦，恁敢是在地人？我拢唔是，系啊。你倒位啦？我是为台中过来南投的。你台中过来南投，啊你咧？我即摆是住在台中。住在台中吼。啊，恁什么因缘来到这中英新村？阮两个拄开始是伫中英新村做工课上班，然后阮上班的办公室是阮即马即个据点的对面。斜对面对对对。逐工咧上，逐工咧上。对对对，因为阮的办公室的窗门足大的，然后阮就逐工去看，这个村头哪会这么水？可是我感觉拢无啥物。讲有看足侪人伫遐行叮当安尼，啊，毋过就是这砖头永远拢足清气，然后阮就感觉足好奇的。啥物戆胆安尼投入这种工课？老实讲吼，因为阮看了足济，采访足济，要做这种工课吼，有当时是足食力的，做甲老寒，嫌甲老寒，吼，有当时是安尼吼。恁是啥物因缘机会，啊，啥物决心，讲一定要来做这项工？因为阮即摆是，阮逐工拢伫村里行行直直出入入，阮是讲村仔自从废省之后，县政府伊即摆已经是无去啊，所以即摆有带村仔的爷爷奶奶因即摆有较少，所以阮感觉讲一个遮水的村仔，毋过拢无人咧带，无人咧行动，阮是感觉足拍算的，嘿，所以阮感觉讲，咱若是会使伫村仔内面做淡薄有好耍的代志，阮就想要为这方面来试看卖安尼，所以就讲我咱来慢慢来做，慢慢来推动。啊，所以迄嘛是因为政府有一个计划，啊，所以恁来标这个石头，还是讲无喏，恁就是慢慢的12摆啊就开始做。阮是第二个你讲的讲，就是拄开始阮就想讲哇，这个砖头遮水着，然后确实阮来遮会使哩办足侪代志的。对，所以当时阮嘛无讲因为有啥物计划，阮就是有，但都是阮家己写一个计划，有政府讲是毋是会使，就是一撮空间互阮落，啊，阮想要做啥安尼，啊，拄开始因为可能政府毋捌接受过这种的。这两个是骗子还是安怎呢？对，所以就是伊就是这过程，毋是讲这顺利讲一届就完成啊。其实阮安尼摕着阮第一个办公室的时阵，差不多2年的，对面2年的时间才摕到，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拢一直来回。对，我要用我家己的资本，要甲你创这个老厝的这个活化，啊，佫按2档安尼来去哦。因为
进前阮爱写公文，爱大家讲这旧厝，阮想要安怎去处理。窗户伊若是破去，阮就爱大家讲，阮爱用啥物菜啊，啥物烧去慢慢甲做甲原本是相共的安尼。是因为来回爱大家讲，阮咧安怎收要。哦，你爱去写互知讲，我这个物件袂甲你破坏，我要安怎用安尼。是，就是像这个后口看，大家感觉因为足久无人住啊，所以后口的迄个墙壁嘛拢灰白。然后我嘛是甲伊申请讲，阮想要来甲伊擦落清气安尼。伊嘛甲阮讲，你要用啥物白油漆啦啥，就是拢爱讲啊足详细，因为。这是历史建筑。对，伊嘛希望讲，毋是讲大家入来整理时阵。迄阵时你敢有想过讲，我投入的资本甲上后尾会趁钱会balance，恁拢无去想这吗？差不多年半的时阵，阮两个都当阵因为开始后悔啊，一直拢未通过时，阮两个都坐落来好好讨论讲，咱若要继续做，咱就是过好，就是家己半年的时间，咱就是拢莫想安尼济。就是好好调，就是就是朝那个目标来努力安尼。所以当阵我嘛是有想着讲，哇，因为政府无法度一个保证，系啊，所以我嘛想讲，是毋是确定要安尼做？后来阮就讲好，咱就个比，就是家己半年的时间来做安尼。然后所以后来嘛是因为阮的坚持，所以这半年时间，阮就摕到这个空间，系啊。另外还有一个对着这个所在的未来哦，你认为？因为我看真济老所在、老城区的这个活化哦，其实拢后来拢变做啥物呢？变做咖啡厅啦、花圃啦，册店啦，册店加咖啡厅啦，无就即咱咧讲咧，用放空竹杯来讲叫怀旧啦，nostalgic 怀旧啦，恁还佫有其他的即个想法，讲对着即个所在，尤其我感觉啦省政府即个所在其实甲其他的老城区的特色无共款，就是讲伊咧出世的时阵1957年出世的时阵，伊是有一个完全甲台湾无共款的想法来诞生的所以我毋知影恁有对未来有啥物看法，有啥物新的计划还是想法？因为其实阮感觉因为遮人口一直去减少。以前遮做老的时阵，可能有2、3万人，毋过即摆其实规个庄头的人加起来差不多无到3000个人。足稀微吼。对。然后少年人，因为伫遮足歹有啥物会使你做工课机会，所以少年人大部分拢会去，比如讲草屯啊，还是讲台中较近的所在来做。对。所以慢慢我嘛想讲，透过遮个空间，就是讲，其实因会使回来创业了后，其实大家应该是来透过这个资源的整合串联，然后就是讲，卖互大家认为讲，可能来遮的时阵，你就是会使可能留1点钟，你可能就是必须要离开安尼。所以我慢慢就是伫遮嘛成立一个，就是成立协会组织。就是希望大家靠我，然后运用大家一个力量，就是讲，你斗阵来想。对，因为大家因拢是伫遮出世生活，那大家对遮的一个迄个未来期待，我就感觉讲，因为阮拢是希望这村子就是大家会使咧愈来愈，就是不管讲，长辈伫遮生活，大家拢会使感觉都快快乐乐，然后伫遮的环境拢会使大家共同来维护安尼。安尼一个村子就会使经过一家子过一家子。所以你的意思是讲，透过在地，而且是来这生活过的人，因家己对这个土地成长的这个概念，还是背景来产生新的 idea。对。这我感觉是真赞成啦，这刷来上尾一个问题就是讲，对恁来讲，恁这个复制，还是讲要来扩张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认为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会互恁来做这个工作的时阵，会推塞较紧？另外，若是省府这个所在，中央新村这个所在，那其他各位啊，若要来从事类似的工作的时阵，你认为政府应该是扮演什么角色，还是讲其实是咱家己人，咱要有自觉，爱安怎做？
那无可能讲逐位就讲期待讲有2位 angel 走入来，来讲啊，我要来甲恁安怎啊？恁安怎想？像遮空间你使用的一个规定。啊，对，因为对政府来讲，第一，即马你也是公务人员，可能你来申请，免像阮遮复杂。你只要透过申请，伊可能就使，就足紧会使有你入去内底。因为伊这本质是省政府的财产。对，啊，阮就想讲未来毋知会使你家就是较弹性的放宽，就是讲，除了是原本的公务人员了后，是不是会使？可能咱伊共款会使你提计划，然后像阮安尼一个的经验，然后讲，阮毋是干那来遮做生意，阮是讲除了来遮经营，互遮的少年人转来会使你，就是要是会使你活落，我感觉这是重点嘛。所以这是基本的体质吼，要做一个完全性的变化吼，或者是爱需要小可爱当弯翘啦。这2年的过程，阮其实阮拢做辛苦的，不过因为阮2个拢做爱这个征讨，然后所以对于讲伫遮随做，就是做的每一件代志，其实阮拢也是足欢喜的。尤其是讲，不管是讲会使伫透过家己的一个行动，然后为这个征讨讲会使带来一些改变，然后甚至其实阮若有当比如讲陪伴遮的长辈伫上课时，阮看到伊的迄个就是脸上的一个笑容时，阮家己拢足感动的，因为至少阮感觉讲，因会使认同这个所在，然后慢慢个会使开始个转来愈来愈爱这个所在。阮感觉这是一个重点，因为未来这个所在改变，不是干那靠阮2个，是爱靠大家做伙，所以应该是爱透过安尼，甲大家的力量来集合起来。那就是我相信。就是中心新村一定会愈来愈好，然后我嘛一直相信，其实遮的水是咱台湾人一个骄傲，所以我嘛是希望讲透过不管是老人家，还是讲遮国小学生的一些课程，我嘛拢入去参与，就是希望只要是大家生活伫遮的人，咱拢爱为遮的这个土地来感觉有一个骄傲感，然后认同感，对。是，咱这2位少年呢。对因的这个单位内面，咱会当一个启示啦吼。虽然中央清泉小所在吼，其实不小咧，200公顷咧吼。啊，过去的公营到乃至到即马现主时的这经营，你会当去想，你家己的故乡是毋是安尼？啊，你家己的故乡，你对伊的认同感、公营感、骄傲感，你要安怎互伊更加来欢迎起来，更加互伊诞生起来？那一定是大财团入来甲你投资，但是嘛无一定讲是甲文青，一个理想啊尔，务实，来好好啊做，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有路搬山过岭，无路撩水过溪，咱在2位少年人的身躯当看到，咱台湾万行代拢伫咱台湾省。